Hello，大家好啊！歡迎嚟到今日6月27號嘅創業學堂啊！咁咧，小弟咧因為工作嘅關係啦，咁所以預先錄製呢個 topic 嘅。咁呢個 topic 咧，我相信我第一次講啦，亦都咧係好覺得有啲挑戰，因為用一個呢個身份去講啦，就係以往咧都用專業人士嘅身份去講安利啦。咁今次咧係用男士嘅角度去講安利嘅。咁咧，首先我都想 share 個 PowerPoint 俾大家先。好，咁咧大家見到呢個畫面可係啦。咁究竟咧點解男士咧係用男士嘅視角去睇呢個安利咧？咁呢個生意值唔值得做咧？咁其實我哋都好需要去分析啊。如果我同一位男士去講呢個 topic，佢會點樣諗咧？佢通常男士咧有啲特徵就係唔講嘢啦，中意觀察啦，理性分析啦，或者可能對安利咧有少少偏見，就係哇周圍都係女士嚟嘅，點算咧？係啊，即係我覺得每一個男士去接觸安利嘅時候，都一定唔多唔少都有呢個諗法嘅。好，咁我亦都自我介紹下先啦。我係一位註冊護士嚟嘅，咁喺一個 EAP 嘅平台裏面啦，亦都幫好多朋友去講解營養啦，分析一啲嘅醫療嘅報告。咁我亦都係一位護理學同埋營養講師。咁而家喺一間大學裏面咧做緊一個講師嘅崗位啦。另外啦，我亦都係一位公共營養師。咁而家咧，我就喺香港大學嗰度啦，讀緊一個博士嘅課程嘅。咁呢個課程咧，即係都同營養有關啦，亦都同一啲未來嘅醫療嘅大趨勢有關，就係關於 AI 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有啲相關嘅營養問題啊，一啲醫療嘅資訊啊，都可以歡迎可以揾我去傾下嘅。好，翻嚟啦，即係男士嘅角度啦。咁我哋會從一啲核心嘅吸引力咧去剖析Amway 嘅。咁點解男士會考慮安利咧，或者考慮EAP 個平台咧？咁首先第一咧。即係唔想大一世工，我唔知係咪個個男士急都咁諗啦，但係咧，我覺得至少咧心底有一種唔想俾人 head 住嘅感覺。例如喺一啲大機構裏面啊，咦我嘅上司係一位女性嚟喎，我唔想俾佢 head 住喎。有一個諗法嘅可能，亦都可能係或者可能有一啲控制欲啊，即係希望咧自己掌控到一啲嘅物質啊，或者權力啊等等。咁所以咧。變咗個心態咧，係希望好想創一番事業。我哋成日都見到好多電影啊，希望即係都見到啲男士咧係創一番事業咁嘅。咁所以咧我覺得呢個心態咧都好觸摸到對方。如果同一位男士去講 Amway 嘅時候咧，可以用一個方法你會唔會成世都困咗喺一個機構裡面咧？第二啦，就係第二個原因唔想打一世工嘅就係男士嘅收入咧係壓力大啦，即係因為升職慢啦，又好容易被取代喎。特別咧，而家我哋好多嘅行業咧都開始被取替啦，包括因乜嘢咧？其實醫療行業都會因為AI 又可以幫手分析一啲報告啦，可以幫你打字啦，出一啲嘅信啦，可以去分析一啲X-ray 嘅照片啦，或者啲血報告等等，咁所以咧變咗易取代啦。至於咧喺升職慢咧，其實一直以嚟都有噶啦，即係喺唔同嘅地方或者係特別年青人啦，即係嗰個上流嘅空間咧比較少。咁所以咧，我哋都要諗一諗喺收入上或者喺佢嘅職業上，會唔會有一啲壓力咧？係啦，一定有嘅。係啦，咁另外啦，樓價高啦，支出重啊，特別係好似我咁樣啦，組織咗一個家庭啦，咁我自己咧都好覺得需要多啲嘅收入去維持呢個家庭啦，又或者需要多啲收入，令到我嘅生活質素更加好。咁所以咧，單靠而家我哋一份正職咧，好難財務自由㗎。特別係財務自由呢個 term 咧，我相信好多朋友都好想要，亦都好用唔同嘅方法去揾。咁所以究竟點樣可以做到嗰個吸引嘅地方咧？先好，咁我 show 翻我樣出嚟啦，係啦。咁
如果我哋從一個數據上分析啦，下一版我哋會見到喺自從去年啊嘅10月去到今年嘅9月啦，即係我哋過往一啲研究睇到啦，發現啊接近1700名嘅男士睇到有24%咧係定義為中度或者嚴重精神健康嘅一啲嘅風險人士，咁超過50%咧都係男士嚟嘅喎，當中咧35至54歲咧都係有呢個困擾。另外咧有30%咧有中度甚至有嚴重精神健康風險嘅問題。而最常見咧，我哋 highlight 咗一個 point 就係最常見壓力有啲咩咧？第一位就係嚟自工作，第二位咧就係經濟，第三就係人際關係。估唔到人際關係對男士都好大影響。你唔好以為佢哋都唔出聲，唔識表達自己，其實咧佢哋都係心裏面都好想有一個同人身邊嘅人有一個好嘅關係喎。好，咁另外第二個吸引力啦，就係咩咧？健康。健康咧，我相信男士未必容易表達出嚟，佢都會覺得啊，是但啦，食乜就乜啦，唔想煩啊，係啦。咁呢樣嘢咧，正正都係 hit 中咗佢哋，因為其實好多男士都唔想煩，真係。咁但係咧，佢哋同時間都面對一啲健康問題，例如成日捱夜啦，又少運動啦，飲食唔均衡。你見到好多中年男士都有中年危機，例如咧甩頭髮啊，例如佢會大肚腩啊呢啲啦。咁所以咧，我哋又可以諗下，究竟有啲咩健康嘅嘢可以 fit 到佢哋，同時間咧又唔使佢哋煩喎。咁 Amway 產品咧就非常之簡單方便。我唔知大家心目中有冇啲諗到啲咩產品係覺得好 fit 到呢班男士嘅受眾啦，又或者諗到一啲 product 係好容易嘅、好快捷嘅、好方便嘅，解決嗰啲日常健康嘅困擾嘅，包括早餐係啦，即刻諗起就係 Healthy Mix 啦。咁唔使出去食嗰啲沙爹牛啦，唔使去麥當勞啦，直接喺屋企沖。嗱，真係好啱懶人，即係特別我自己啦。即係如果匆匆忙忙要趕去學校，匆匆忙忙趕去醫院，咁有咩方法可以解決就係 Healthy Mixer。咁其次咧，都好想話俾你聽，介紹一下有啲咩嘅 product 係啱男士嘅，就係呢個啦，男士配方。咁男士配方咧，裡面有3個組合啦，一個就係 Double X，一個就係魚油，一個咧就係精明定啊，即係護眼嘅營養品啦。咁呢3樣嘢咧，其實最正嘅地方就係早晚一包就可以咯，非常之適合一啲係唔想煩，又唔想嘥呢個花時間去食營養品嘅人，因為咧呢個一包搞掂晒。另外啦，中間嗰度咧，我係好推介大家，因為咧誒，除咗女士啦，男士都好中意一啲嘅漢本啊，即係草中草藥成分嘅營養品。呢度咧唔使煲，又唔需要去熬，唔需要去等，直接咧搣開啜搞掂。就係呢個暫時香港啦，有保心系列啦，有清潤飲啦，有嗰個叫做for 嗰個肝臟嗰個 product 啦，亦都有血氣啦，for 一個活燃飲品啦，男士都啱㗎，即係咧特別你見到一個男士啊，佢面青青啊，或者係容易攰啊啲咧，都好啱佢哋。係啊，咁所以呢個系列咧係極之適合一啲中意想懶，亦都唔想又亦都中意中草藥嘅人士。好，最右邊啦，就係一個前列腺嘅保護配方。呢個保護配方咧，特別係針對男性啦，譬如特別好容易屙夜尿啊，又或者係嗰個性功能差啊，又或者係前列腺腫脹啊，咁呢個咧都係非常之適合。咁所以咧，我哋健康層面咧都已經揾到好多男士嘅需要啦，係啊，特別係要健康又唔想煩嘅人。係啦，針對咧就係捱夜啦、少運動啦、飲食唔均衡，因為咧佢哋要養頭家又要返工，咁成日都要出街食㗎嘛，係咪？咁安利嘅產品咧就好簡單方便，解決佢日常健康困擾啦。好嗱，唔好話嗱冇乜成功例子啊，因為咧 Amway 咧，我覺得呢位人士咧係最表者，因為佢咧係可以透過 Amway 產品啦，由一個中年男士嘅肚腩變做哇唔止6嚿腹肌，8嚿腹肌係啦，仲可以咧出邊參賽做一啲健美先生。
咁所以咧，大家不妨咧攞多啲例子去吸引身邊嘅男士，點樣佢哋都想要靚嘅 body shape。係啦，body 要靚嘅身形去show 啦，或者係一個建立健康嘅形象啦，令到啲人啊都幾型喎，讚佢兩句啦。其實嗰個男士都好需要啲自尊心㗎嘛，咁所以咧，不妨可以攞一啲好 powerful 嘅例子去吸引佢，去話俾佢聽 Amway 產品最緊要咧，自己嘅見證係非常之緊要啦。所以自己食得好之餘咧，亦都可以推介俾佢哋嘅。好，另外啦，我哋咧都可以諗多少少點樣可以解決男士嘅難題啦，即係頭先所講啦，高收入啦，sorry，低收入啦，高壓力啦，上流嘅空間比較慢，咁呢樣嘢咧好緊要嘅就係低成本創業，我哋成日講321，咁好多男士咧如果想創業咧，都會揾唔同嘅方法，例如開鋪頭，例如要投資啦，投資一啲嘅股票又好，投資樓又好啦，等等。咁呢度咧就已經解決到，就係唔需要租鋪，唔需要用請人，因為咧Amway 公司已經一站式包晒所有嘅資源俾你啦。你只要上去安利公司，你就可以買到啲 product。咁正唔正啊？其實咧呢樣嘢正正係 fit 到佢哋咯。即係我覺得最重要係俾佢帶到嘅價值就係好低成本。第二樣嘢啦，時間自由，因為咧，好多男士都未必願意放棄到自己一個正職去全職投入一個新嘅業務噶嘛，即係新一個大嘅項目啦，加上呢樣嘢咧係令到佢冇咗本身原本嘅收入，咁所以我覺得兼職經營啦，唔影響正職啦，亦都係好大嘅吸引點嚟嘅。第三啦，男士咧都好想大展宏圖啊，係啦，男兒口大食四方啊嘛，可以發展大灣區啦，可以發展東南亞市場，甚至唔同國家都可以發展到。一陣間我會 show 一個 slide 俾你睇到，究竟有乜嘢地方可以發展到。另外啦，我哋嘅保健產品啦，可以從男士嘅群體裏面咧再傳出去，包括健康飲食。佢要男士要好大嘅energy，要能量飲品啦，同埋保健品，呢啲全部都好 fit 到佢哋嘅需要咯。我想講係啦，咁其次啦，就係我哋都好需要去帶出呢啲 Amway 嘅價值，要我哋去學識點樣講 Amway 嘅 value。好，呢張 slide 咧，好想同大家分享就係Amway 嘅生意咧已經係遍佈咗100多個國家。同時咧，我哋喺唔同嘅地方，包括東南亞啦、美國啦、亞洲啦，全部都投資咗一個策略性，有一個加工嘅廠啦，即係唔同嘅中轉站去製造 product。而6個咧就係包括美國啦、中國、印度啦、越南。而咧喺銷售product 方面咧，又涵蓋範圍好多。即係咧，我哋如果真係一位男士真係要做一個生意，一陣間咧我有位男士一定要邀請佢嚟分享，而佢做一個生意嘅時候咧，投資好大成本，心力、精力，然後甚至佢嘅健康啊、家庭啊，全部都要即係擺低，因為咧擺落去就係要投資，即係擺好多精力落去嘅時候咧，誒、同呢度咧，因為咧就唔係啦，因為唔需要擺咁多時間落去，你只需要同人講，同時間咧有代理咗400個營養保健、美容保養、家用科技產品，係啦。我都特別想講咧，男士唔識講美容保養咧，我哋 EAP 實在太多嘅朋友咧會同你講噶啦，包括我哋團隊有 Renee 啊、Elaine Choi 啊、Pam 老師啊，全部咧都可以幫呢位男士去講美容喎。係啊，女性嘅市場真係好大啊，特別出名嘅一啲嘅講美容啊，或者係女性用品啊，都係男士多㗎，我發覺。家用科技啦，呢啲唔使講，都係男士都容易講啲。咁所以咧，喺 product 層面咧係好適合一位男士去分享啦，因為佢識分析啊。另外啦，有20個主要嘅物流據點提供直銷商同優質顧客服務，呢啲咧全部都唔需要你一手一腳自己去創立嘅。即係如果作為你係一位生意老闆，你就明呢啲嘅可貴之處啦。好。
男士咧喺Amway 有啲咩優勢咧？我哋首先講到獎金制度啦，因為咧係好易明嘅。佢嗰個嗰個獎金制度啦，如果你有聽徐醫生三年計劃啦，嚟緊都會有三年計劃啦，都邀請大家去聽，發覺咧佢比起其他直銷公司都好易去理解，唔使有乜鬼雙軌啊，唔使乜鬼買貨啊、雜貨呢啲制度，好明確嘅。嚇，佢升遷制度咧都有明確目標啦，因為作為一個男士咧，佢都會諗好多啊，究竟個升職藍圖係點樣咧？究竟我可唔可以一步一步咁樣去 achieve 我嘅理想、我嘅夢想？我亦都佢夢想有啲男士夢想可能係唔想keep 住打一份工啦，亦都可能多一個收入啦，等等，俾個家庭一個幸福啦，好多嘅。咁然後咧，呢度有一個明確嘅目標，令到我哋可以達到呢個夢想咯。咁想當年咧，我係喺即係嚟到呢個生意嘅原因咧，係因為俾我嘅上司 Ernie 去吸引，因為佢引領我，即係帶領我睇呢個生意嘅夢想嚇，即係令到我覺得誒好有希望啊。同埋而且我一路發展嘅時候都覺得真係真係好俾到好多希望我自己嘅時候咧，我就開始積極發展啦。好，另外啦，咁好多嘅男士都有啲社交圈子噶嘛，包括運動群組啦、踢波群組啦、揸車群組啦、兄弟團啦，呢個係應該係講緊呢啲brothers group 啊，即係成日出嚟飲嘢啊、吹水啊、呻啊咁樣。其實呢啲圈子咧，絕對都係男士嘅優勢嚟嘅。係啦，即係你見到一班男士可以暢所欲言，即係做個手勢就明到對方啊想要啲乜嘢啦。咁呢啲位咧，其實亦都係男士做 Amway 嘅優勢。係啦，咁咧你知啦，男士好中意分析噶嘛，咁不妨咧都同佢講一講呢一個嘅蓋棺定律。係啦，咁我哋首先咧由最高嗰層睇一睇啦，就係如果喺 Amway 裏面你達到咗 Q12DD 啦，即係每個月平均2萬至3萬蚊嘅收入啦，一樣啦喺正職裏面咧，如果作為一個護士都係呢個收入冇問題嘅，即係咧呢度正嘅地方就係你可以1+1，你有正職嘅同時，額外咧哇有2至3萬甚至4萬蚊嘅收入喎。我隨身話齋，唔多，但冇人嫌多噶嘛。咁假設我哋做護士啦，不斷咁升職啦，咁如果咧我做翡翠嘅時候咧，都一樣，我想講咧已經係超過正職呢個收入噶啦，大概咧年收入80萬啦。咁另外啦，鑽石啦就180萬。咁你對比翻啦，其實如果我喺公營機構嗰度繼續做護士啦，上到嗰個位咧，雖然有唔錯嘅收入，但係當中我會經歷好多嘅困難啦，一啲嘅人事啦，一啲想像唔到嘅嘢，即係包括按 shift 啊輪班啊，你係會令到你嗰個精神啦虛耗，非常之虛耗，係啦。咁繼續喺正職繼續上嘅時候啦，當然啦會去到退休嘅一日㗎啦，即係大概你冇可能咧看嘢或者係喺一個高壓嘅環境裏面咧，做到咁大年紀啦。至少我咧係未必頂得順嘅。咁而咧，如果你擺啲時間喺 Amway 嗰度啦，做到一個 Q 稅鑽石，甚至行政鑽石等等啦，呢個時候咧，你基本上都唔需要憂慮收入嘅問題，因為咧 passive income 已經係差唔多至少有200萬啦，係啦。咁3年計劃咧會講多少少，而我哋去到60歲嘅時候咧，如果喺正職裏面你已經退休㗎啦，係啊，或者冇乜精力去繼續做落去。加上我都發現好多朋友一唔做嘅時候咧，啲病就發出嚟。我都諗緊係咪因為以往我哋工作裏面啦，唔俾自己病咧，你聽日即係今日瞓覺，聽日朝早一早起身翻工，你根本冇時間病，身體話俾個信號你要繼續工作，繼續工作，繼續工作。咁所以咧一定嘅，即係你或者長假期啊，或者有啲朋友退休嘅時候咧，就係大病一場，咁結果就要用啲錢去處理之餘不特止啦，你要花時間啦，你屋企人要探你啦，即係好身邊嗰個人會為你呢樣嘢付代價咁。係啦，咁我假設啦，去到病完之後啦，如果作為一個護士啦，即係有機會啦，去到80、90歲嘅時候啦，返天家啦，咁呢筆資產就冇噶啦，即係甚至係退休金都冇噶啦。但係咧，Amway 呢度咧不斷咁樣源源不絕咁樣
有收入之餘啦，你下一代都接受到。咁所以我覺得最重要咧係俾到對方呢位男士一個價值、長遠嘅價值、明確嘅藍圖，同埋一個正嘅額外收入，帶俾佢睇到一個願景，佢真係可以承擔呢個屋企，可以照顧到呢個家人。透過呢個收入咧，仲要帶佢哋周圍去旅行。係啦，咁所以咧，我覺得絕對可以同佢理性分析多啲。當然啦，如果太過理性分析咧，可能有啲男士接受唔到，佢都希望咧唔想太悶啊喺個生意裏面，係啊，都希望有一啲衝擊啦，又或者一啲新嘅元素啦，係啦，即係好似我見到 Ernie 咁樣，哇，充滿光芒嘅，係發覺佢係帶到你去有個藍圖，帶到你去一個你夢想嘅狀態，咁係非常之好嘅。係啦，咁咧跟住落嚟咧有一段 video 啦，就係我邀請咗一位正正喺佢一位老闆，生意老闆係一位男士嚟嘅，佢喺佢嘅職業裏面咧係做得非常之成功。同時間咧我都想佢分享一啲男士遇到嘅問題啦，或者傳統生意一啲嘅樽頸位啦，咁點樣可以喺 Amway 度補足到佢呢個嘅缺陷咧？我咧就係想邀請阿 Ray 同我哋分享一下嘅。Hello，大家好，我係 Ray。好高興Patrick 師兄今日邀請我講講關於 Amway。我自己嘅本業呢，我係做一個傳統生意。我係做布料嘅生意嘅。咁都做咗20幾年啦。半年前呢，我就參加咗 Body Fit 管理我嘅體重。咁喺好開心啦，就喺2個月嘅減重期呢，減咗10公斤。過咗個減重期之後呢，其實仲不斷繼續落磅嘅，而且各項身體上嘅指數呢都係進步咗。喺咁開心嘅情況底下呢，我就縮咗2、3個碼。腰圍呢，由我着38寸褲頭減到得返32寸。因為個外表嘅改變比較大咧，所以亦都吸引到身邊有啲朋友咧，好好奇就問我點解可以咁成功減重，同埋減重得嚟咧係唔會覺得我憔悴嘅，覺得我人都好精神嘅。我亦都好開心咁樣分享我呢啲嘅秘訣啦。亦都邀請啲朋友咧跟我一樣係參加 Body Fit 嘅。於是咧，我喺一個咁樣嘅情況底下咧，就開展咗我嘅 Amway 1+1嘅事業啦。除咗係一個1+1嘅事業之外咧，就我喺呢個過程裏邊都得着都好多嘅。除咗話我健康啦、身體啦，其實心靈上面、精神上面同埋咧一啲成個人嘅氣息觀感咧，都係煥然一新嘅。所以咧，呢一啲嘅無形嘅改變咧，亦都幫助到我自己本業咧攞到好多突破啊！亦都係喺不斷嘅營養健康知識嘅學習之餘咧，亦都係幫我去重溫一啲譬如待人接物啊，點樣去做生意一啲基礎嘢咧，我又重新去將自己係重新回顧下，重新去將嗰個技巧更加提升上去嘅。喺整個學習嘅過程呢，亦都係同一班伙伴一齊啦，就係Amway 一個好重要嘅就係一個社群。其實我哋成班嘅發展者呢，就都係組成一個好緊密嘅社群，互相學習、互相幫助。所以呢個過程係好開心嘅。啲人又會問我啦，話1+1咁，你嘅本業之餘仲要去做，係唔係會好攰啊？會唔會好辛苦啊？其實就真係唔覺嘅，因為我諗睇下即係你揾到個價值呢，就會覺得係好值得咯。如果傳統嘅生意嘅眼光去睇 Amway 呢，最大嘅特點有2個分別呢。我總結出嚟啦。第一呢，就係傳統嘅行業，無論係打工或者係做生意都好啦，嗰個學習嘅過程呢係相當漫長嘅。而 Amway 呢，就因為係去用一個用家嘅身份去感受咗個產品，
到底佢嘅感受係點樣，嗰個效果係點樣，嗰個性價比係點樣。咁呢啲感受呢，就係用一個普通人與普通人之間嗰個語言呢，去先至可以講得好嘅。咁所以呢，又正因為係咁呢，所以就係能夠去輻射出去，去影響身邊嘅朋友。咁啊，呢個係一個好大嘅特點嚟嘅。咁另外呢，就係對於傳統嘅生意呢，個資金投入係好大嘅。即係譬如話租個鋪，咁可能搞一啲小生意都係6位數嘅投入都唔少得㗎啦。咁但係 Amway 咧就係嗰個門檻係相當低啦。咁最主要都係要投入精神時間去學習，呢樣係最重要嘅。咁我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唔會覺得係一個障礙。咁同埋咧就係講講男士同 Amway 會唔會有人會個印象覺得 Amway 係好多係家庭主婦比較多參與嘅一個生意咧？其實都唔係嘅，因為我自己90成嘅body fit 嘅伙伴咧都係男士嚟。男士其實對於減重同埋健康需求咧都好大嘅，不過可能比較內斂啲，未必係成日會將健康嘅需求咧去同人哋交流嘅。咁我相信咧，男士同男士之間嘅溝通咧喺呢方面咧就比較嚟得自然同埋順暢啦。好，我分享到呢度先啦，唔該。Hello，大家。好，咁咧喺度啦，都想俾少少嘅總結咧，俾大家點解男士咧要做 Amway？因為第一啦，就係唔需要靠份工建立第二個收入深切咧，可以全職轉型啦，即係好似阿 Tim 哥咁樣啦，佢係真係一個全職啦，同時間佢好多吸引好多一個60後嘅朋友啦去發展個生意。另外啦，第二啦，就係賺錢賺健康，因為咧，呢樣嘢對於男士嚟講啦，可以用產品啦，同時可以賺錢。點樣可以平住用，甚至賺住用咧？不妨咧都可以鼓勵身邊朋友了解多啲。第三啦，因為咧男士喺我哋即係香港裏面啦，頭先個 research 提到啦，好多精神壓力，令到自己一個因為咧令到經濟唔穩啦，同埋一個支出大啦，咁所以咧，因為咧絕對係一個低風險嘅選擇，而我哋嘅風險咧係非常非常之低嘅。好。OK，咁最後啦，就係送一句説話俾大家啦。男人咧唔怕嘅唔係辛苦，因為咧我相信好多男士都好俾心機去工作嘅，而係咧怕冇希望，因為咧不斷做，結果咧就窮忙咗自己一生啦。而因為咧就俾你一個好掌控嘅機會。咁阿煲咧成日都提到呢個廣告啦，我唔知道啊，希望在明天嘛，咁所以咧。今日亦都好想將呢個希望咧帶俾身邊嘅男士，令到你哋咧可以重新建立自己嘅一個第二嘅事業，係啦，重新建立呢個希望，因為咧希望在明天。好，我今日咧嘅創業學堂去到呢度，咁歡迎各位男士或者女士咧同我咧傾下偈嘅，係 EP Office，多謝各位，拜拜。